一句两三娘我跑，三句四岁里娘生，五句六岁无关看，七岁八岁上了门，九岁十岁有文昌官，11人到营，12说到17岁，妈妈做啥17岁上有再信？啥个叫再信啊？妈17岁明朗天高兴，无风起浪不逃生，朝中几人来上海，给他参加一门门走